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2号。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伊朗，聊一聊中東局勢，聊一聊波斯人民。自從2月28號哈梅內伊在第一個回合中就駕鶴西去應該叫駕着導彈西去。那麼這個中東的局勢就更加動盪，戰爭的這個陰雲是吧，就越積越濃。2月28號，美國、以色列對伊朗展開了混合雙打，美以聯合軍事行動史詩狂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改變了伊朗的命運。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以及多名高官在空襲中身亡。我們今天就來聊一聊首先我們還是要回顧一下，我幫大家梳理一下这個美以炸死哈梅內伊的經過。我是根據媒體報道我來梳理一下。美國、以色列聯合空襲伊朗的行動於2026年2月28日凌晨啟動，實際上伊朗時間是早上9點多，大白天的光天化日之下它的代號叫史詩狂怒，目標鎖定最高領導人和軍事設施。毫無疑問這個打擊是臨時而且是突發的，而且目標非常明確，就是哈梅內伊本人，導致一交手哈梅內伊就按照伊朗的說法就是殉國，犧牲在工作崗位上。這一過程精密而迅猛，結合情報滲透和空中優勢，標誌着美以對伊朗斬首策略的巔峰。根據新華社3月2日報道說，特朗普在海湖莊園晚宴後離席，也就是2月28號特朗普在海湖莊園正在跳舞，突然說我要去工作了，我要去搞個斬首活動，然後就走了，一會兒再返回來。這麼短短的一點時間就注定了哈梅內伊以及一眾伊朗高官的命運。這個報道原文說特朗普在海湖莊園歌舞時正在蹦迪呢，離席，下令對伊朗空襲。襲擊第一波聚焦德黑蘭核心區，以色列空軍出動 F-35 隱形戰機和精確制導炸彈，美國提供情報和空中加油支持。路透社3月2日凌晨報道，以色列國防軍公布視頻，顯示伊朗2架戰鬥機起飛時被以色列摧毀。以色列國防軍3月1日公布了一段視頻，稱視頻內容是伊朗2架戰鬥機在準備起飛時被摧毀，也就是伊朗的戰鬥機都沒機會起飛，就按在地上摩擦了。哈梅內伊具體遇襲地點為德黑蘭的官邸。塔斯社3月2日援引以色列官員的話稱，哈梅內伊遺體在其官邸廢墟中被找到。一名以色列高級官員稱，哈梅內伊在以色列對伊朗的一次空襲中身亡，其遺體已在其官邸廢墟中被找到。襲擊使用了地堡克星炸彈，穿透地下設施。哈梅內伊在高層會議中遇難。CNN 3月2日報道稱，襲擊同時摧毀伊朗國家廣播電視總部，導致信號中斷。以色列終於襲擊了位於德黑蘭市中心的伊朗國家廣播電視總部，所有伊朗國家電視頻道沒了信號，也就是伊朗嘴硬，對吧？這個不僅要打他的這個核設施、導彈設施，也要斬嘴，就這意思襲擊規模巨大。路透社3月2日報道稱，美以對數百個目標同時進行了打擊，包括革命衛隊設施。美國和以色列2月28日起持續轟炸伊朗。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說我們的部隊正以越來越大的力度打擊德黑蘭的核心地帶，而且在未來幾天打擊力道只會進一步加強。特朗普確認哈梅內伊死亡。BBC 3月2日報道，特朗普演講中稱，伊朗前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已死，這個可悲而卑鄙的人手上沾滿了數百名甚至數千名美國人的宣洩。根據伊朗媒體報道前總統艾哈邁德內賈德也遇襲身亡。新華社說伊朗前總統內賈德在以色列與美國發動的空襲中身亡。眾所周知這個襲擊基於伊朗內部的情報滲透。根據媒體3月2日報道，哈梅內伊搶救的照片曝光，晚上大家都能看到哈梅內伊躺在那兒，這個插着氧氣管，這照片已經暴露出來，顯示這個滲透嚴重。媒體說圍繞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遇襲後流出的搶救照片，事件核心已從照片真實性爭議延伸至深層安全漏洞，也就是這個照片真假難辨。但是如果是真的話，那就細思恐極襲擊持續2天，美以戰機出動數百架次，摧毀伊朗西部和中部大部分防空系統。半島電視台3月2日報道，以色列稱消滅了40名伊朗指揮官。
這個特朗普也說啊，有48名伊朗的高官辭職下線，哎，這就是特朗普說的啊，去了他们該去的地方。當然了，這就包括哈梅內伊。這場行動不僅是軍事打擊啊，是軍事上的勝利，更是情報戰的勝利，標誌着美以對伊朗領導層的斬首成功。襲擊還涉及伊朗戰鬥機和基礎設施，整個過程基於精準情報。美以利用伊朗內部內鬼，實時追蹤哈梅內伊位置。新華社評論啊說，也就是說啊，美國打委內瑞拉和伊朗最強的不是什麼武器，而是美元和霸權主義的威脅，讓兩個國家高層內鬼屈服。這種在哈梅內伊身邊實時傳遞情況和位置的內鬼，才是哈梅內伊被襲擊的根源。新華社評論啊，但是我覺得新華社的評論那是倒因為果，不敢溝通。首先啊，這個由於福特號航母啊，這個廁所馬桶壞了，對吧？要在希臘修一修，所以等到這個福特號航母趕到波斯灣還要個4-5天。那為什麼這個在這個周六，特朗普在海湖莊園跳着舞，突然決定要打擊哈梅內伊呢？是因為他們得到一條非常寶貴的情報，就是哈梅內伊要召開3場會議。那這個會當然跟這個阿曼斡旋的啊，是日內瓦這個美伊和談肯定有密切關聯。哈梅內伊雖然啊早有防範，但是他沒有想到美伊啊他們不講武德，大白天也轟炸，以往都是晚上偷襲啊，馬德羅都是夜裡在船上抓走的，你這大白天的搞什麼恐怖襲擊，不合適啊。所以說大意了啊，大意了。没想到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這麼不講究，人家早上9點半通知啊一眾伊斯蘭高官革命衛隊的來開會，所以啊美國以色列抓住了這個機會，給那個哈梅內伊開會的那地方呢，就官邸附近啊一口氣給他灌了30枚導彈。在這裡啊，實際上盤盤們不要生氣，盤盤們呢也不要說伊朗的間諜多，盤盤們應該想一想，為什麼摩薩德和美國中情局可以滲透伊朗，那伊朗為什麼不能反過來滲透美國和以色列呢？就是說這個新華社報道啊，說什麼讓這個委內瑞拉和伊朗啊高層內鬼屈服，什麼最強的不是武器，而是美元和霸權主義的威脅。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應該反向思維，就是伊朗這麼厲害，為什麼不能去滲透摩薩德和中情局？為什麼不能在特朗普身邊安插一個內線？是給不起錢嗎？伊朗黃金還是有的啊，盧比奧工資多少啊？為什麼不能收買卢比奧呢？或者萊維特也可以啊，那個小姑娘這多少錢一個月啊？給她20倍的價錢，就為什麼不行？對吧？為什麼不能收買內塔尼亞胡身邊的人？你反過來，你伊朗那麼厲害，嘴那麼硬，對吧？又是什麼宗教，又是神權，你這麼信仰，對吧？那絕對的忠誠。那為什麼被這個特朗普一收買一個準呢？為什麼特朗普說獨裁者的忠誠就值1美元呢？打鐵還需自身硬。所以這個時候啊，不要說什麼啊，美國收買，以色列收買，滲透。你要反過來，為什麼你這個地方容易被人滲透？歸根結底啊，說1000道1萬，就是不得人心。哈梅內伊執政37年，對吧？這個伊朗的神棍政權47年還是48年？你想一想，如果你是48年前出生的，這48年你經歷是一天比一天過得差，現在還民不聊生。作為一個人來說，有多少個48年就讓這種政權給你浪費了？而同時這個世界是在往前發展，人比人氣死人吶！你別的不說，你就跟那個沙特比，跟阿聯酋比，對吧？你也不要跟日本韓國比了啊，也不要跟新加坡比，你就跟沙特比一比，对吧？你这個伊朗的老百姓所倒了8輩子血霉，這就是為什麼美國以色列一收買一個準的最根本的原因。這些大喇叭啊，如果這一點還沒整明白，那也是在誤國誤民啊，不能叫誤國誤民啊，叫誤國誤政權。我們再看看啊，這哈梅內伊一死，那伊朗國內就熱鬧了啊，明爭暗鬥。哈梅內伊沒死的時候，伊朗實際上鬥爭很激烈，對吧？因為這個作為一個這種政權呢，它是需要內鬥的。這個大家看點歷史書啊，這個活生生的例子很多啊，對吧？只有下面鬥起來，這個作為金字塔塔尖的這個人才安全。如果你下面所有人團結起來，沆瀣一氣，這個塔尖上這個人隨時會被搞下去。歷史劇你看多了你就明白了。所以哈梅內伊沒死之前呢，這37年執掌吧，應該37年，他是樂意看到下面什麼保守派、改革派內鬥，然後他居中調停來壓制，這樣他就安全。如果你把這個能理解了之後，你就知道哈梅內伊一死之後，伊朗國內一定是表面上看很平靜啊，實際上內鬥達到極點，對吧？那個印度那個太祖一死是怎麼着了，對吧？顧命大臣全抓，
對吧？不能細說啊，反正大家都清楚啊。然後这個斯大林一死怎麼着了？或者那個滿清吧，康熙一死後面怎麼着了？四阿哥是吧？那鬥的沒死就開始鬥了，對吧？啊，這個實際上它是一碼事啊，一回事，这就是權力結構導致的。那好了，那哈梅內伊死，我們先看啊，這個伊朗啊，它憲法還是有的啊，先按憲法來一遍，這個迅速激活憲法機制，避免權力真空。伊朗這個媒體3月2日報道，根據伊朗的憲法第111條光棍條啊，成立3人委員會代行領袖職權，包括總統佩澤西切揚、司法部長和憲法監護委員會法學家。在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遇害後，將由伊朗總統佩澤西切揚、司法部長和憲法監護委員會1名法學家領導國家。委員會統帥軍隊和制定方針，總統處於弱勢。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啊，這個佩澤西切揚是作為一個民選的總統，他本來權力就不大，他就管了一小攤兒經濟事務。然後這個司法部長呢，那是相當於接管這個法律立法，對吧？什麼議會之類的啊。然後這個憲法監護委員會這個法學家呢，實際上就相當於接管這個神學這一塊。神權嗎？你看看三驾馬車就這意思。但是這個司法部長和憲法監護委員會這兩個人呢，就是妥妥的鐵打的保守派。只有這個負責日常事務的、負責經濟的這種，他天生的就是叫溫和派或者叫改革派。這個比較好理解啊，就是你看這個總統他只負責經濟事務，這個經濟事務就是不擔家不知柴米油鹽貴，發不出工資找總統，經濟下滑找總統，對吧？老百姓沒飯吃找總統，總統擔家。那你說這是面對這個客觀現實，那他不得不想辦法發展經濟。發展經濟你就自然而然的要搞市場經濟，對吧？那你搞着搞着你就發現市場經濟管用啊，那計劃經濟不行，革命衛隊那一套不行，壟斷，对吧？貪污腐敗不行，你搞着搞着就自然他就會親近這個市場經濟，那就會親近美西方啊。這個是誰來當這個總統，他都是這個路數啊，除了個別的啊，什麼內賈德，對吧？內賈德他是正好我記得不太清楚啊，他正好沾上這個狗屎運，他上台那幾年正好油價飆升，好像是吧，漲到$150一桶，140多嘛，那他躺在那兒就賺錢，所以說他不用搞經濟啊，反正有的是錢，所以他对市場对美西方就硬氣。大家記住了啊，你只要是負責經濟的，負責柴米油鹽醬醋茶，負責老百姓日常吃飯的這個人，他一定是務實派，甚至所謂的改革派。你搞着搞着發現只有市場才能救得活，計劃是不行的，對吧？那責任在他身上。什麼司法部長，什麼憲法監護委員會，什麼神學專家，什麼這個伊斯蘭革命衛隊的這些司令，這些人他也不管經濟，對不對？他只沾嘴要吃的，伸手要錢，沒錢人總統不行，你無能是吧？他可不跟你講原因是吧？你發錢，你給我經費，完了之後我還跟美國對着幹，我還跟市場對着幹，那你說這總統他這風箱裡老鼠兩頭受氣啊！這個是按照伊朗的這個憲法第111條，馬上就成立一個3人委員會，成為最高的權力機構來代行伊朗的這個哈梅內伊走了之後啊，這個權力真空。但是啊，這個願望是美好的，實際上這三駕馬車那一定是誰也不服誰，誰也管不了誰，明爭暗鬥。表面上看啊，三人結構確保平衡。新華社報道，總統並非奪權，而是憲法流程。溫和派標籤的總統直接接管國家，而不是只領導政府，這是奪權成功了嗎？事實上並非如此。委員會限制總統決策，需宗教強硬派同意，革命衛隊主導。塔斯社報道啊，衛隊進入最高戰備，只效忠領袖。伊朗革命衛隊才是這片土地上真正的掌控者。你說這個毒瘤啊，伊朗的革命衛隊是不經審計的啊，伊朗的革命衛隊是向哈梅内伊本人效忠，伊朗的革命衛队就相当于明朝的那個東廠，你說或者是錦衣衛，實際上是東廠，不是錦衣衛。你說怎麼弄？他們不歸屬政府系統，他們有單獨自己的預算，他們有自己的審計，你總統你也審計不了他，只向最高領袖宣誓效忠。衛隊控制導彈和經濟命脈，任何妥協傾向可能引發清洗。新華社補充說啊，衛隊可能任命瓦西迪為新司令，實際上已經任命了啊，艾哈邁德·瓦西迪准將成為伊朗革命衛隊的新任總司令。但是啊，這個伊朗國內又傳出新的報道啊，也就是說所謂的這個根據憲法111條那個三人委員會，那這是表面上的。根據 BBC 報道，由88名神職人員組成這個專家會議
要在50天內選接班人，就是選哈梅內伊的接班人。這是一個由88名高級伊斯蘭神職人員組成的最高權力選舉機構，在最高領袖缺位後，必須在50天內選出新的接班人。那麼現在啊，這個伊朗內部說推選了，我也不知道怎麼推選的啊，臨時領袖阿拉菲說，伊朗正式任命阿亞圖拉阿拉菲為最高領袖臨時代理人。但是媒體啊也有報道說，這個伊朗的強硬派這個接替最高領袖哈梅内伊的这個阿拉菲啊也被炸死了，3月1號炸死，也還剛宣布接替就被炸死了。這是伊朗的啊關於最高領導人的傳言，一個叫阿拉菲，阿拉菲又傳言被炸死。那麼在這個哈梅內伊啊駕鶴西去之前，傳言是拉尼賈尼，對不對？接替哈梅內伊，而且事實上對吧？拉尼賈尼也替哈梅內伊到處跑，上蹿下跳。這個拉尼賈尼沒有死，那他到底現在是什麼個角色？所以伊朗現在啊權力非常複雜，一個是根據憲法佩泽西奇揚司法部長，還有個什麼宗教專家委員會一個人，他們3個人是暫時內閣，就這意思啊。但是又傳出一個阿拉菲為臨時的最高領袖代理人，但是哈梅內伊死之前又是安排拉尼賈尼是吧來監國顧命大臣。你說這個伊朗這個內鬥能好得了嗎？這3個機構這3種說法誰聽誰的？路透社報道啊，反政府人士推倒哈梅內伊雕像，說在伊斯法罕，在伊朗的法爾斯省加拉达爾，伊朗的反政府人士推翻哈梅内伊雕像，以此來慶祝哈梅內伊在美以打擊中死亡。這暴露社會分裂，溫和派與強硬派博弈加劇。有媒體報道啊，這個聖城旅的指揮官卡尼幸存，引發質疑。這個卡尼是一次又一次的逃脫美國以色列的打擊，每一次啊打擊他都在名單上，他都在現場，但是他都很神奇的幸存。所以現在啊，1次2次這個卡尼幸存，現在大家懷疑他是不是摩薩德的這個線人，中情局的特工。當然了，也有傳言啊，說佩澤西奇揚也被炸了，這個只是傳言啊。佩澤西奇揚現在活着好好的，為什麼呢？因為普京已經給佩澤西奇揚發了慰問信。如果佩澤西奇揚死了，或者炸傷了，或者怎麼着了，那普京的慰問信發給誰啊？塔斯社報道啊，普京向佩澤西奇揚致慰問電。普京說啊，在我國，阿亞圖拉哈梅內伊作為傑出的國務活動家將被永遠銘記，也就是你伊朗人不惦記啊哈梅內伊，我們俄羅斯人要永遠惦記哈梅內伊。為啥呢？給他支援了那麼多沙赫德無人機、小摩托，對吧？把烏克蘭炸得夠嗆。從這一點來說啊，這哈梅內伊啊騎着導彈走了，也是求錘得錘，咎由自取。伊朗社會對哈梅內伊之死反應複雜，部分民眾慶祝哈梅內伊的死，似乎讓所有人都很滿意，包括自己人和敵人。我們再看看美國啊，特朗普的態度。美國期望伊朗轉向親美溫和派，放棄核計劃和地區代理人支持。特朗普3月2日表示同意與新領導層對話。CNN 報道原文說，特朗普稱同意與伊朗新領導層對話，他們想談談，我同意，因此我將與他們溝通。美國視溫和派上台為機會，推動無核的伊朗。那美國啊，後續動作包括持續的軍事壓力。路透社報道，美國確認航母未被擊中，這不是伊朗不說有4枚導彈射向林肯號嗎？這個特朗普說沒這事啊。美國中央什麼司令部說啊，是有4枚導彈來了，但是離這個航母啊還很遠，不知道掉哪兒去了。這個反映出伊朗啊在对美國人、美國的這個武器、美國的裝備面前一種無力感，只能靠嘴。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啊，他說發射的導彈甚至沒有接近目標。特朗普呼籲伊朗民眾待在安全區，待襲擊結束後奪取控制權。特朗普說啊，勇敢的伊朗人民，這是一個絕不能錯失的機會。伊朗人民，現在是你們的時代。那麼這個特朗普啊還呼籲啊伊斯蘭革命衛隊投降。根據 CNN 報道原文說啊，特朗普說，我再次呼籲伊斯蘭革命衛隊、伊朗軍方和警察放下武器，獲得完全的豁免權。特朗普的話啊，這回無論如何，伊朗的強硬派、伊斯蘭革命衛隊、軍方要聽進去，要聽勸。你不聽勸，哈梅內伊就是下場。我想啊，伊朗現在殘存的那些所謂的強硬派啊，都已經用上尿不濕了啊。我個人認為啊，這個特朗普啊對伊朗的這個安排接近於或者思路上跟那個委內瑞拉是相似的，唯一不同就是馬杜羅是被抓走了活捉，而這個哈梅內伊呢，對吧，把他送走了，就這麼區別。那完了之後呢，你看看委内瑞拉這個特朗普是怎麼整的，對吧？他是在現有的體制裡面找一個人，讓他來這個維持這個過渡政府，對吧？避免社會動盪，避免出現人道主義危機，避免這個出現
什麼軍閥混戰、內戰，所以在委內瑞拉他選了这個羅德里格斯，讓他來維持。那這個羅德里格斯呢，他的特點就是什麼呢？對內，他跟盤判一樣，把盤判先忽悠住，是吧？我們要獨立自主，我們要要贏回馬杜羅，對吧？贏回這個偽高宗。對外呢，對美國呢是，對吧？你言聽計從，你美國說怎麼整我就怎麼整，需要這麼一個人。那你看特朗普並沒有選那個馬查多啊，就是委內瑞拉的反对派。為什麼？因為馬查多一上台，委內瑞拉很有可能要內戰，這不就麻煩了嗎？這不就人道主義危機了嗎？對吧？這不就是特朗普壓力不就大了嗎？所以說最好的，對吧？找一個現有的強權人物，能夠壓得住國內，又能跟美國溝通，所謂的親美派或者改革派。那麼在伊朗一定是這樣的路線啊。所以說他把哈梅内伊給帶走之後啊，或者送走吧，哈梅內伊送走了，那他就要選一個啊，這個溫和派上台，既能控制伊朗國內，不要亂，不要內戰，對吧？不要人道主義危機，又能跟美國合作，那需要這麼一個人。那現在这個人選當仁不讓啊，最好的人選就是佩泽西奇扬。所以這第一天啊轟炸的時候我就說了，這以色列人能把哈梅内伊送走，為什麼就不能把佩泽西奇揚送走呢？他也炸了啊。這個佩泽西奇揚，這個我當時還說了，對吧？你就想象一下，《紅樓夢》裡面抄檢大觀園，是吧？你每個人的房間都要抄，你哪個房間不抄，那就完了，那個人就有問題啊。所以對以色列來說，對美國來說都要炸。如果你不炸佩澤西奇揚，那不利於佩澤西奇揚以後工作，對，不利於他出面安撫盤判們。那盤判們就認為你就是一個美國的間諜，所以把他也炸一下。周瑜打黃蓋嘛。當然这是首選啊，首選不一定說就是佩澤西奇揚，那就看佩澤西奇揚能不能搞得定。國內要安撫住盤判們，國外你要跟美國以色列要談到一塊去。不過這個美國和以色列是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呢，也就是人家啊那個撲克牌不是一副啊，是兩副啊，對吧？54張牌不夠啊，100多張牌啊，人家這100多個名單挨個定點清楚，就這麼簡單。強硬派現在已經幹掉40多個了，還有這個50-60個都在名單上面，按圖來，就按圖索驥嘛。內賈德是吧？連這個退休的老幹部，這強硬派他也不放過，斬草除根呢。所以我覺得在這種打擊之下啊，在這種震懾之下，伊朗的這個強硬派恐怕馬上就瓦解。當然你容許他嘴上還要硬一下啊，因為他要忽悠盤判呢，但實際上他跪得更徹底，你不服他就炸，定點清除。這個傳言的這個叫什麼阿拉菲是吧？這個強硬派還沒上台就被幹掉了啊，這一次不幹掉，下一次肯定幹掉了，對吧？你想哈梅内伊都保不住，你還有誰能保得住吧？啊，所以說這個就是特朗普的這個算盤。所以特朗普應該他不會說扶持什麼巴列維回到伊朗，巴列維現在沒這個實力，對吧？如果巴列維現在回到伊朗，那伊朗只會內戰，這個不符合特朗普的這個思路，對吧？不符合美國利益，所以他也不會啊說支持巴列維。但是啊，他支持的這個伊朗的過渡政府啊，那他有個目標的，也就是比如說2年他要進行選舉，或者3年或者1年，這個時間不一定啊，就像委內瑞拉一樣。然後這個神棍政權啊，毛拉這種政權，伊斯蘭革命衛隊這些東西肯定都沒了，伊朗是一個還權於民的一個狀態。那現在選的就是叫過渡政府，這個就在朝這個目標啊前進，在推進。所以特朗普說還要炸1個禮拜，內塔尼亞胡說還要多炸幾天。所謂的炸1個禮拜，炸幾天，實際上就是把這個伊朗的這個強硬派啊炸服了為止。那伊朗現在做什麼呢？伊朗現在就是準備也是亂拳打死老師傅啊。伊朗現在可以說就是哈梅内伊死之前安排的這種權力下放到基層，一旦斩首之後啊，各個基層自己擇機反擊。所以伊朗現在表現出來的是这種群龍無首的這種一個狀態，誰也管不了誰了，所以就開始亂炸啊。有的是炸這個中東迪拜是吧？那迪拜那個最豪華的酒店挨了1發導彈，你說這叫什麼事？然後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打了自己的船，伊朗自己的影子艦隊的一艘油輪，被他自己幹了。這就說明是群龍無首啊，就是說已經這個屬於亂撲通的狀態，這種狀態不會持久啊，很快就結束。當然，至於伊朗說的啊，什麼伊朗在打擊中東地區美軍基地時首次使用了高超音速導彈，已造成560名美國軍人傷亡。襲擊還針對霍爾木茲海峽油輪150艘油輪拋錨，導致全球航運中斷。
路透社報道啊，伊朗襲擊自家影子艦隊油輪，造成火災。伊朗的天光號油輪受到美國制裁，該船因涉嫌非法通過海峽而成為目標。伊朗宣布勝戰。塔斯社報道啊，說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表示，將發動前所未有的打擊。這個都是口頭上啊，還是要強硬。包括佩泽西奇揚現在說話也非常硬吶。如果他說話非常強硬，但是以色列不炸死他，那只能說明他已經是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的心儀的人選。伊朗國家已經有人在給美國帶話，說願意談判，你看看嗎？現在今天有媒體報道啊，說伊朗停止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但是這個報道不知道真假啊。這就說明啊，這個美國以色列轟炸之下已經起到效果了。什麼強硬派啊？你再硬，对吧？你硬不過炸彈吶，你再硬不过斩首行動啊。所以特朗普在3月2號表態啊，他說襲擊將持續，我們正在進行一場前所未有的行動，動用以色列國防軍的全部力量，以確保我們生存和未來。這個是內塔尼亞胡說的啊，抓住機會，一勞永逸的解決問題。當然了，美國的手段啊，手中的牌不光是軍事和斬首行動這一項，它還有經濟制裁和封鎖。一旦特朗普啊在制裁和封鎖這塊加緊，那伊朗的日子更難過，伊朗的革命衛隊更快瓦解。而如果讓伊朗的强硬派，伊朗的什麼革命卫队發現誰能跟美國搭上話，美國能減輕制裁，大家日子就能好過，日子就能過下去，那很快這個人就會被推選出來，自然就會聽他的。這就是所謂的改革派。強硬你迎接的是鐵錘，是炸彈，是斬首行動，是日子過不下去。放棄原來的強硬路線，是大家日子有得過，不挨炸彈，能活下去。你說他会選什麼呢？這就是大勢所趨啊，這不需要什麼特別複雜的分析啊。所以說很多盤吧們是，尤其是大國的盘吧們啊，是一廂情願，認為這個伊朗盤吧們，伊朗的強硬派還能幹到底，這叫一廂情願呢。也就是特朗普很有可能採取胡蘿蔔加大棒，先大棒猛錘，然後再丟根胡蘿蔔來給你看看聽話不聽話。這裡面我們要提到的就是普京的大腦杜金。首先普京啊對哈梅內伊之死反應比較謹慎，他是先是譴責，對吧？梅姨，但是不點名譴責啊，反正你們這麼幹啊，不講武德。他哀悼哈梅內伊，但僅僅是哀悼，沒有派出一兵一卒，也沒有派一個什麼飛機過去送點武器過去，都沒有啊，也沒有承諾援助。確實啊，這個臣妾做不到，就這意思，叫大哥做不到，無能為力。而號稱普京大腦的杜金，這哥們有意思了。杜金在社交媒體表示啊，直接表示啊，他說如果伊朗倒下，下一個就是我們。杜金說啊，如果俄羅斯現在不開始真正的愛國改革，局勢將變得難以預料。我們的盟友正在被一個個系統性的摧毀，下一個是誰？顯而易見。下一個是誰啊？顯而易見，對吧？大家都心知肚明，正義聯盟啊正在瓦解。杜金說我們的盟友，那不就是正義聯盟嗎？與這樣的敵人談判意味着什麼也顯而易見，營造俄羅斯一切安好和平生活照常進行的假象策略已經失效，下一個就是我們。這是在批評普京啊，他這個非常長啊，总之給人感覺就是人之将死啊，其民也哀，其民也悲。杜金啊作為普京的大腦，終於發現原來正義聯盟大哥才是最後的目標，但是現在已經晚了，一個一個的倒下了，最後就剩这麼2-3個國家了。好，我們繼續密切關注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會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